在是這裡。開門。叫什麼名字？是吧？起來。起來了，起來了，把衣服穿好。你膽子蠻大，偷完長沙偷重慶。真沒搞，真沒搞。我們是長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的民警啊，這是我們的警官證啊。現在依法對你進行訊問啊，听清楚沒有？听清楚了。講一下你自己的基本情況，叫什麼名字？30度。那你講一下你自己的前科情況呢？講實話啊。反正判決書要去調的。07年就是盜竊，判拘刑6個月。01年在北京盜竊，判了8個月。12年就吸毒了嘛，2年。14年又被抓吸毒，2年。我16年回來盜竊被抓8個月。17年吸毒被惩戒2年。19年盜竊1年2個月。20年就是最後一次了嘛，盜竊判3年半。24年回來。哎呀，這個人生精彩的怪。哎，不配合，真的不佩服你。那你在當地是明星啊，都認得你啦。誰認識我？公安局的。